老闆唔該俾多份我啊。吓，Hello， 歡迎收睇阿舒伯 TV。之前嘅影片，我哋開箱咗靜岡機場、兩間靜岡嘅平價酒店，亦都分享咗靜岡市區嘅購物攻略同埋飲綠茶嘅地方。想知多啲，可以睇翻我哋呢3條片。而今集我哋會開箱5間靜岡市區嘅餐廳，睇下係咪靜岡必食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。靜岡縣位於日本本州中部東海沿岸嘅地方，有日本最高嘅富士山同埋日本最深嘅進河灣。因為地理環境多樣化，有利種植優質嘅農作物同埋捕獲海產，所以靜岡縣係有好多好嘢食噶。我哋之前嘅影片同 IG post 有介紹過綠茶、櫻花蝦、金木雕、鰻魚等等，而今集我哋會重點介紹靜岡縣嘅 B 級美食靜岡煮，供應吞拿魚嘅魚生壽司店同埋居酒屋。當然仲有一啲係我哋想食嘅高評分餐廳。而地點方面，今集會集中介紹響靜岡 JR 站同埋新靜岡站周邊嘅餐廳。好啦，行きましょう。第一站我哋會去食平價嘅 Omakase Lunch Set， 由靜岡 JR 站步行到呢間餐廳大概需要10分鐘。呢間餐廳響日本美食網 Tabelog 有 3.63 分，係幾高分噶。而呢度嘅 Omakase Lunch Set 只係需要1650 yen 至到3300 yen， 係非常之大玩噶。店主小田先生曾榮獲2007年全國壽司技能大賽嘅金獎。餐廳入邊有8個吧台座位同埋16個榻榻米座位。我哋係平日去呢間餐廳食午餐，提早咗1個月去預約呢間餐廳。今次叫咗2200 yen嘅富士鴨 Omakase Lunch Set。Lunch Set 係會包以綠茶同埋沙律前菜，沙律就正常冇咩特別。呢度首先會上茶碗蒸，面頭有啲芫茜，個蛋係幾滑嘅，亦都有淡淡嘅高湯味。Omakase 都係由淡味嘅白身魚開始食，第一件同第二件係魷魚壽司同埋白身魚壽司。魷魚嘅肉質幾彈牙，食落幾鮮甜，白身魚食落都唔錯。第3件同第4件係熟蝦壽司同埋吞拿魚壽司。熟蝦壽司面頭掃咗少少醬汁，呢款吞拿魚係比較近赤身嘅部位，鮮甜得嚟，亦都冇咩筋響入邊。之後會有麵豉湯間一間長。第5件係三文魚魚子軍艦壽司。三文魚魚子都幾大粒同鮮甜。第6件係吞拿魚鐵火卷，呢個就正常啦。第7件係吞拿魚近中拖羅嘅部位，呢件會有啲油脂感。最後有鰻魚壽司同埋玉子壽司。呢個富士鴨 Omakase Lunch Set 總共有9件壽司。整體嚟講，壽司魚生嘅新鮮度屬於中上，我哋覺得佢嘅上菜速度偏快，而壽司飯食落冇咩醋味，亦握得唔夠實淨。比起之前介紹過嘅兆尊 Omakase， 質素上係差咗啲，但考慮埋價錢嘅話，呢度只需要2200 yen就食到 Omakase Lunch Set， 真心抵玩。另外，如果你好中意食魚生，又唔介意去遠少少嘅話，我哋會推介去靜岡縣嘅清水市。之前喺 IG 有詳細分享呢間位於靜岡清水市嘅海岸食堂，詳情可以睇翻我哋呢個 IG post， 記得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。第2站，我哋嚟到青葉橫丁入邊嘅三河屋，由靜岡 JR 站行去青葉橫丁大概需要15分鐘。青葉橫丁係一條靜岡主街，入邊大概有10幾間靜岡主店，而最出名就係近入口嘅三河屋。佢喺日本美食網 Tabelog 有 3.62 分，店鋪面積比較細，入邊只有大概8個吧台座位。呢間靜岡煮名店係一定要預約，我哋提早咗1個月經電話預約。店鋪由晏晝5點鐘開始營業至夜晚10點。每晚分為3輪，每輪時間最長大概係2個鐘。呢間店鋪由一對好人嘅老夫婦經營，亦都係小丸子作者嘅愛店。除咗靜岡煮，呢度仲有炸物同埋串燒。叫嘢食之前，記得要叫嘢飲先，而食完嘅竹籤就要放喺呢個樽入邊，方便老闆埋單計數。而靜岡煮同大家熟悉嘅關東煮嘅分別係，會響堅魚同埋昆布湯底入邊再加入牛筋燉煮，所以靜岡煮嘅湯底係會再深色啲，亦都會再濃身啲。我哋首先叫咗靜岡煮嘅豆腐同埋雞蛋。店主推介食嗰陣要落沙丁魚粉同埋青海苔粉。呢款係日本朋友推介嘅竹輪形狀魚糕，而呢款就係店主推介嘅牛腩筋肉串，亦都試咗佢嘅芋絲。
之後仲叫咗佢嘅炸物同串燒。呢款係日本朋友強烈推介嘅炸蓮藕，蓮藕炸至外脆內軟，真係超級好食。而呢個炸粟米都好有驚喜，香脆得嚟又有粟米嘅甜味，都好好食噶。亦都叫咗店主推介嘅炸魚，炸魚食落外脆內軟，推介大家叫嚟試下。店主亦都推介咗呢款炸牛腸，不過我哋唔係好食內臟，呢款我哋就覺得麻麻地。而串燒方面，我哋叫咗燒冬菇，呢個燒冬菇超級 juicy，真係好好食噶。整體嚟講，呢度嘅炸物同串燒係即叫即整，真係好好食。我哋覺得呢度嘅炸物同串燒甚至比靜岡煮更加出色。另外，如果唔識日文嘅話，都唔使太擔心，店主夫婦都好好人，可以叫佢哋推介食物，又或者照跟旁邊嘅食客落單都得。之後我哋繼續向青葉橫丁食第二間靜岡煮店。呢間店就冇啱啱食嘅三河屋咁高分，佢嘅靜岡煮會濃味少少，比較啱我哋嘅口味。我哋喺 IG 有詳細介紹過，詳情可以睇翻我哋呢個 IG post， 記得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。之後我哋會開箱近新靜岡站多少少嘅餐廳。第3站我哋會開箱呢間居酒屋，由新靜岡站行過去大概需要7分鐘，亦都可以由日吉的站行過去。呢間居酒屋響日本美食網Tabelog有3.59分，算係幾高分噶。餐廳環境都幾光猛同闊落，入邊大概有75個座位。而呢間居酒屋主打1流嘅客服，好啱一家大細一齊嚟噶，亦都可以經網上面訂位。嚟到居酒屋，首先會叫嘢飲，呢度嘅飲品選擇都幾多。食物方面可以選擇叫 set，又或者選擇單點。如果唔知叫咩好嘅話，可以叫職員介紹。呢度嘅職員英文幾好，亦都好好人噶。我哋今次叫咗綠茶啤酒同埋烏龍茶。綠茶啤酒係加咗香濃嘅抹茶粉，係幾好飲噶。落單之後會上前菜，前菜係茶碗蒸同埋西蘭花。個茶碗蒸係幾滑，又有高湯味，係幾好食噶。首先我哋叫咗雜錦刺身拼盤，拼盤入邊嘅呢塊吞拿魚可以選擇燒，或者用嚟整鐵火卷。呢款拼盤入邊有齊吞拿魚赤身、中拖羅同埋大拖羅，刺身都幾新鮮同埋厚切。呢個就係啱啱選擇嘅燒吞拿魚，啱啱都有講過，除咗燒之外，仲可以選擇用嚟整鐵火卷。不過我哋覺得佢鹹咗少少，我哋亦都叫咗櫻花蝦天婦羅。之前嘅影片都有介紹過，櫻花蝦係靜岡嘅特產，嚟到靜岡就記得要叫嚟試下。櫻花蝦天婦羅係好鬆脆，好好食噶。最後我哋叫咗呢個魚仔披薩，呢款魚叫做吻仔魚，希望冇讀錯啦，亦都係靜岡縣嘅特產。披薩嘅餅底係比較薄，估唔到披薩同魚仔係可以咁夾噶。呢度埋單仲有小禮物送俾客人，有塊毛巾仔同埋魚仔嘅摺紙。因為我哋今次嚟靜岡會跑馬拉松，之後嘅影片會詳細介紹靜岡馬拉松，敬請期待。所以我哋會分享埋一啲響靜岡市區可以加嘆嘅餐廳。第4站我哋會開箱呢間炸豬扒飯八名店，呢間八名店係響啱啱介紹嘅居酒屋附近，由新靜岡站行過去大概需要7分鐘。呢間餐廳響日本美食網Tabelog有高達3.76分，亦係2024年同埋2022年嘅炸豬扒八名店。今次到訪嘅靜岡總店於1969年開業，佢響東京人形町亦都有分店。呢度嘅炸豬扒主打用唔同溫度嘅油嚟油炸。我哋係星期六夜晚6點鐘就去 walk in， 等咗大概10分鐘，入座之後會上綠茶。我哋今次叫咗定食，每個定食都會包白飯、麵豉湯同埋沙律菜。個麵豉湯係加咗蜆仔，幾好飲噶。第一個定食我哋叫咗三色美菜雜錦定食，呢個雜錦定食有炸大蝦、炸豬扒同埋炸丸子。定食嘅飯同埋沙律菜都可以 refill。而家一見到檸檬就諗起兔哥。呢個炸大蝦都幾大條噶，佢嘅炸衣好薄身又脆口，而蝦肉食落肉質彈牙，真係好好食噶。呢款炸豬扒嘅肉質會比較少油脂，而炸丸子食落係有啲似炸薯仔。第二個餐我哋叫咗呢度嘅主打項目炸豬里肌肉定食，呢度嘅炸豬里肌肉真係好好食，佢嘅炸衣香脆，而豬里肌肉非常軟嫩 juicy， 同豬扒比較嘅話，豬里肌肉係出色啲。最後一站我哋會開箱多間食炸豬扒飯嘅餐廳，呢間餐廳都係會比較近新靜岡站，由新靜岡站行過去餐廳大概需要5分鐘。餐廳主打低溫油炸豬扒，響日本美食網Tabelog有3.34分，唔算高分。我哋去嗰陣，餐廳淨係做午市，但係呢間餐廳啱啱轉咗手，所以詳細嘅營業時間要留意佢嘅 IG。餐廳面積都幾大，入邊有吧台嘅座位同埋普通嘅座位，總共大概有20幾個座位。
lunch set 嘅選擇唔算多，個 set 會包沙律前菜同埋綠茶，沙律前菜嘅味道就正正常常，冇乜特別。我哋叫咗炸豬脷肌肉 lunch set，個 set 仲有麵豉湯同埋白飯，而豬脷肌肉係先用低溫慢煮再油炸，豬脷肌肉望落係半熟，中間呈現粉紅色，食落非常軟嫩多汁，係幾好食噶。好啦，今集嚟到呢度，好多謝大家收睇呢一集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嘅內容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簡單留個壽司 emoji 就得。另外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阿 Shiba，你將條竹籤擺錯咗落人哋度啊！すみません。